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旧历8月15，也就是中秋，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秋，此有秋第一条，中秋的秋。一年四季其中第3季，咱讲秋，像秋天、秋季。另外一段时间，咱嘛讲秋，像讲多事之秋，代表讲一段时间内发生真侪代志。要带大家来做伙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中秋，也就是旧历的8月15。有人讲是8月半，甲过年5日节是传统3大节日，一家伙啊拢会团圆。第二个词读做秋晴，也就是形容天气真清凉、真凉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8月15是中秋，合家团圆赏月娘，食月饼配文旦柚。中秋一日过了后，天气慢慢就会较秋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秋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